弟兄姊妹好，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我哋首先呢提醒大家將你哋嘅手提電話呢校去靜音，多謝大家嘅合作。整大啲啊！首先係歡迎同埋報告。今日係聖靈降臨節後嘅第9個主日，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喺 Zoom 上邊嘅弟兄姊妹呢，請你記得崇拜之中你要全程係要靜音嘅。好感謝今日為聖壇鮮花奉獻嘅弟兄姊妹，有阿 Vicky 同埋壇弟兄全家。崇拜過後有茶聚同埋成人主日學。11點到12點，我哋呢係會查考新約嘅啟示錄。如果唔能夠去現場參加嘅弟兄姊妹，請你使用郭牧師寄出嚟嘅 Zoom 連線參加。之後呢，我哋會一同享用免費嘅午餐，好歡迎大家。下個主日8月2號11點到12點。我哋教會呢將會舉辦一個心理健康意識工作坊，咁呢係由亞健社嘅心理健康輔導員主講嘅，好歡迎大家。咁呢希望中文部嘅事工呢亦都係可以大家盡量去參加嘅。我哋呢要繼續紀念為我哋教派之中正在接受教育同埋裝備嘅學生，歡迎大家捐款作為獎學金嚟到支持嗰啲正係接受呢個裝備嘅學生，使佢哋呢第時呢會成為上帝嘅好僕人。請你使用特別嘅捐封支票捐款呢，就要寫俾教會啦，即係我哋 CCUMC。備註呢就要寫呢個英文啊，係 Student Date， 今日截止嘅。崇拜侍奉團隊請留意啦，牧師呢將會喺茶聚嘅時間喺樓上啊2樓嘅會議室，要訓練各個嘅侍奉崗位。請有服侍嘅弟兄姊妹留意以下嘅日期啦，並且要出席。7月26號即係今日呢，我哋要訓練呢一個招待啦。9月6號呢就係讀經。9月13號係翻譯。9月20號呢係音控與呢個電片。9月27號呢係領詩。近期嘅特別主日崇拜呢，請大家預留時間並且參加，邀請你嘅親朋戚友嚟。8月16號上午10點呢，係我哋一年一度呢會去一個戶外嘅聯合崇拜，地點呢喺阿拉米達嘅海邊公園舉行嘅。由今日起呢，請向阿英姐報名啊！午餐費每人係15蚊。英姐請你舉手。咁呢5歲到18歲嘅學生係5蚊，4歲以下嘅兒童呢，同埋受邀請嘅嘉賓呢係免費嘅。如果你哋需要交通協助或者你能夠載人嘅呢，請喺後邊嘅交誼廳上邊呢一個交通安排表上邊登記。8月23號係好客主日聯合崇拜，喺上午9點半開始。咁而10點半到1點鐘呢，我哋要邀請呢當日呢喺街外邊嗰啲小朋友啊，或者啲家長嚟到我哋教會嚟到玩遊戲啦，以及呢接受我哋有一個中醫師歐李春大夫嘅義診。我哋呢亦都好需要幫手啊！希望有志者請喺後邊嘅交誼廳上邊嘅報名上邊登記。請繼續為生病以及外出嘅弟兄姊妹、教會嘅事工，為美國多地受到極端氣候引起嘅天災嘅災民，亦都要為世界和平代禱，繼續紀念為功課室嘅
暑期班嘅兒童啦，同埋佢哋嘅師生，兒童福音去事工去代禱嘅。兄弟姐妹，我们很感谢主哈，那个暑期班进行的非常顺利，我们很感谢 Christine 哈，她非常辛苦的带领，我们给她加油，鼓励鼓励。再来的这一星期已经最后一星期了哈，所以她是在加最后一把哈。那上星期有这个暑期的夏季学校，就是 Vacation Bible School 哈有特别给小朋友讲解这个 Daniel 的故事哈，小朋友都非常的热烈的学习，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也很欢迎哈，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来加入我们的崇拜，他们是从纽约某个卫理教會過來的，他們來旅行加入我們今天的崇拜，我們歡迎夏先生、夏太太。我哋當中有新歡迎朋友，兩位哈呀，夏先生、夏太太，歡迎。歡迎。而家係宣召，請大家起立。我哋以啟應嘅方式讀宣召。你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所行的奇事。要向他唱詩，歌頌他。要以他的聖名為榮。我們要尋求耶和華，因他使我們心裏歡喜。哈利路亞，讚美耶和華。請坐。而家係禱告嘅時間，請我哋大家同心一同低頭祈禱。天上嘅父，我感謝你帶領我哋平安到達你嘅聖殿聚集，感謝你賜俾我哋呢一個安息嘅主日，使我哋要記得仰望你。求你幫助我哋除去心中各種嘅憂慮同埋不安嘅情緒，使我哋心裏有平安，能夠專心聽你嘅話語。願我哋嘅心向你敞開，被你嘅話語更新，被你嘅愛充滿，使我哋能夠喺你裏面得力，去面對新一周嘅挑戰。我哋為教會禱告，求你繼續帶領牧師同埋侍奉嘅弟兄姊妹，賜佢哋有健康嘅體魄同埋智慧，要彼此相愛，互相幫助同埋尊重。亦都求你興起更多弟兄嘅姊妹，有一顆甘心樂意參與侍奉嘅心，使到教會成為一個榮耀你嘅地方。我哋將當中身體有軟弱、心靈疲乏、面對疾病、困難同埋憂慮嘅弟兄姊妹交託俾你，求你親自安慰、醫治、扶持佢哋，賜下平安同埋盼望，使佢哋喺困境之中仍能夠經歷你嘅同在同埋信實，將來能夠見證你嘅作為。我哋將下半年嘅事工，有退休會、郊外嘅崇拜、好客主日同埋各項嘅社區講座，全部都交喺主嘅手中。求你親自帶領每一項嘅聚會，每一位同工同埋弟兄姊妹賜下合一嘅心，使到我哋能夠同心配搭，一起建立基督嘅身體。求你按着你嘅旨意開路，讓福音廣傳，
使到更多人能夠認識你，接受你嘅救恩。我哋如此感謝、禱告，都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門。請同念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而家呢係詩歌頌讚，我哋由阿英姊妹帶領。弟兄姐妹早晨，弟兄姐妹早晨。這幾天教會的群裏，呢幾日喺教會嘅群組裏邊呢，大家熱烈談論一件開心的事情。大家好熱烈談論一件好開心嘅事情，就是 Vicky 姐妹家裏最近建了一個鳥窩。就係 Vicky，即係我屋企後邊嗰度有個鳥巢，鳥兒下蛋孵蛋，有一對雀鳥喺度下蛋孵蛋。夫妻齊心合力，呢對夾夫妻齊心合力，輪流照顧守衛鳥兒，佢哋輪流咁照顧好守護呢個佢哋生嘅蛋，一家樂也融融。一家樂也融融。看到這情景，睇到呢個情景，不禁驚嘆神的恩典太美麗。我哋不禁係驚嘆神嘅恩典係咁美麗。看那天上的飛鳥，你睇下天上嘅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存在倉裏，亦都唔會積存糧食喺倉裏。天父想着養活他，天父都尚且養活佢哋。我們在神的眼中比飛鳥貴重得多。我哋喺神嘅眼中係比飛鳥貴重得多，極此珍貴，極其珍貴。他的恩典足夠我們用，佢嘅恩典足夠我哋用。願我們一生一世侍奉主，讓我哋一生一世嘅侍奉主，終身傳揚神的福音，終生傳揚主嘅福音，讚頌神美麗的恩典，讚頌神美麗嘅恩典。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他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他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恩典太美麗，沒什麼可取替，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他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這天同聚於主聖殿，
來訴說我主恩典。他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恩典太美麗，無什麼可取替，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的寶貴。請觀看到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侍奉你是最尊貴。我見到我們大廈很多年長的老人，我見到我住嘅大廈有好多年長嘅老人，需要帶那個助聽器，需要帶助聽器。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佢哋咁樣做係為咗更清楚聽明白別人的說話，想更清楚聽得到人哋講嘅説話。我們當中或許未需要帶助聽器，我哋當中有啲人或者未需要帶呢個助聽器，就可以聽到，就可以聽到。但是我們作為神的兒女，但係呢，我哋作為神嘅兒女，一定要專注神的聲音和話語，一定呢要專注聽神嘅聲音同埋話語，要輕輕聽，側耳聽，要輕輕咁聽，要側起耳仔咁聽。神是我們的大牧者，神係我哋嘅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係我哋生命嘅主宰。我們一生要聽隨主聲音，我哋一生都要聽隨主嘅聲音。我的牧人認得我的聲音，因為我哋嘅牧人會認得我哋嘅聲音。輕輕聽，我要輕輕聽，我要側耳聽我主聲音。輕輕聽，他在輕輕聽，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聽隨主聲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輕輕聽，我要輕輕聽，我要側耳聽我主聲音。輕輕聽，他在輕輕聽，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你是大牧者，生命
主生意。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了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了我声音。我的牧人，认了我声音。每当我唱下面这首歌的时候，每當我唱下邊呢一首歌嘅時候，想起神將他無私的愛給了我們。我諗起神將佢無私嘅愛俾咗我哋。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哋係神嘅兒女，應該怎麼做呢？我哋應該點樣做呢？我們應該學習他的樣式，我哋應該係學佢嘅樣式，應該甘心的給，應該係甘心嘅俾，用心愛，用心去愛，敞開我們的生命，敞開我哋嘅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讓自己可以成為別人嘅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們心中的愛火，耶穌嘅愛去點燃我哋心中嘅火，讓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讓我哋一齊向世界活出愛。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測不透，摸不着，卻看得見，卻看得見。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測不透，摸不着，卻看得見。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們。以下係經課，請劉樹輝姊妹讀經。請打開咪。今日嘅經文係馬太福音13章24到30、36到43節。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佢哋講：天國好比人撒好種在田裏，在人瞓覺嘅時候，佢哋嘅仇敵來，把雜草撒在麥子裏就走啦。到長苗吐穗嘅時候，雜草亦顯出嚟。地主嘅僕人進來對他說：主人，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哪裏來的雜草呢？主人回答他們：這係仇敵做的。僕人對他說：你要我們去拔草嗎？主人講：不必，恐怕拔雜草，亦把麥子連根拔出來，讓這兩樣一起長，等到收割。當收割嘅時候，我會對收割嘅人講：先把雜草拔出來，捆成捆，留住燒，把麥子收到我嘅倉裏。當時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他的門徒從前來說：請把田間雜草嘅比喻講俾我們聽。他回答：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係天國之子，雜草就係那惡者之子。撒雜草嘅仇敵就係魔鬼。收割嘅時候就係世代的終結，收割嘅人就係天使。正如把雜草拔出來用火焚燒，世代嘅終結亦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裏挑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要哀哭切齒了。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嘅國裏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的就應當聽。這係上帝賜俾我哋嘅話語。感謝上帝。兄弟姐妹平安。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們去別的國家旅行，當我哋去人哋嘅國家度旅行，你一定要知道什麼可以帶，什麼不可以帶。你一定要知道呢咩嘢帶得，咩嘢係唔帶得嘅。我生平第一次出國，我生平第一次出國，一個人出國，一個人出國去澳洲，去澳洲。我的朋友知道了，我朋友知道，就說你替我帶個肉鬆，一包肉鬆，給我一個住在那裡的朋友，他很久沒吃了。你可唔可以幫我帶一袋嘅肉鬆呢？去嗰邊我嗰個朋友，因為佢好耐冇食過啦。我一下就答應了。咁我一下就答應咗。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咩都唔知。去到過海關的時候，當去到海關嘅時候，官員就問我有沒有帶肉鬆。關員嗰就問啦：你有冇帶到肉鬆？我說有啊，你怎麼知道？我就話啦：有啊，你點知㗎？拿出來，拿出來，快啲拎出嚟啦！馬上把那個肉鬆丟在垃圾桶。拎咗出嚟之後呢，佢就將啲肉鬆呢掉落垃圾桶。哇！我真的嚇一跳。當時真係嚇咗一跳。哇！那是我真的是震撼教育哈。嗰時係震撼嘅被教育。我那個時候才知道肉類製品呢，不能帶到別的國家，也不能帶到人家，也不能帶到我們的國家來。
從嗰次知道之後咧，肉類嘅嘢咧係唔可以帶到人哋國家，亦都唔可以帶翻嚟自己個國家。啊，煮過的也不行。煮過嘅都係唔得嘅。為什麼？因為怕裡面還是有一些動物的病毒。點解呢？因為係怕嗰啲肉裏邊依然存有呢個動物嘅病毒，譬如非洲豬瘟啊，哈。嗱，好似非洲嘅豬瘟啊，這個病毒呢，它是煮了也不會壞掉的，哈，也不會死的。就算啲肉係煮熟咗都好啦，嗰啲病毒係煮唔死嘅，仲喺度嘅。啊，肉是這樣子，肉係咁樣樣，植物啊種子也是這樣子，無論係植物種子，亦都係一樣。土壤啊水果也一樣，啲土啦、水果啦都係一樣。每個國家對這些呢都有很嚴格的規定。每一個國家咧都有對呢啲有一定嘅嚴格嘅規定。這不是要刁難旅客啦，哈，而呢種唔係要刁難啲旅客，而是要保護自己國家的這個農業，哈，係要保護自己國家嘅農業、生態環境啦，還有經濟、生態嘅環境以及經濟。有些蟲卵啊、真菌啊，這些是眼睛看不到的。有一啲蟲卵呢，同埋真菌呢，係肉眼係睇唔到嘅。所以你覺得哦，這樣一顆乾乾淨淨的植物，或者是一小包的種子包得好好的，你會覺得乾乾淨淨嘅一棵細植物或者一包細嘅種子係唔會帶有咩病毒嘅可能？對，會帶來病毒的，係會帶嚟病毒。所以這個外來的物種，但係外來嘅物種造成生態很厲害哈的一個危害，一個例子哈，很出名的例子就是葛藤啊。咁啊，帶嚟呢個生態一個好嚴重嘅危險呢，就係葛藤啊，英文叫 kudzu 啊 ，kudzu。其實這個應該是那個日本名字。其實呢個係日本一個名。那這個植物呢，在美國南方非常的多。喺美國嘅南方呢，呢種植物係好多。好像要吞噬南方的森林一樣，就好似吞食緊南方嘅森林一樣。我們看一下這個圖，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植物？睇睇幅圖，這個就kudzu，有沒有？你去山裏走的時候，應該會都看到這個。或者你呢個行山嘅時候呢，你會睇到呢種咁嘅植物。那這種植物呢，最早的時候是1876年在費城的百年展覽博覽會的時候，日本帶來這邊參展的。而呢種植物呢，係喺1876年喺費城嗰時候嗰個百年博物會由日本帶嚟做展覽嘅。那原來是觀賞的植物，原本呢係用嚟觀賞嘅植物，但是覺得這個政府，我們的美國政府覺得，這不錯啊，可以推廣來做這個水土保持。咁啊，但係後嚟美國政府覺得咧呢個唔錯喎，可以用嚟做推廣呢個做水土保持。水土嘅保值。所以南部各州到處都種起來。所以南部嘅各州咧都到處都種咗呢種。但是因為沒有什麼天敵哈，沒有什麼會吃它啊。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冇天敵，冇任何動物都會食呢種草嘅。然後冬天呢又不夠冷。天凍嘅時候又唔夠凍啊，所以呢，這個它的根部呢，每年都會重新長出新的芽來。咁啊，每年嘅冬天呢，從嗰啲根部咧會長出新嘅芽。每一條藤蔓哈，一天可以長30公分。每一條嘅藤蔓呢，一日可以生長30公分，大概1英尺那麼長哦。大概1英尺咁長，所以很快的，所有的森林的樹木呢，還有很多的植物都被它覆蓋了。所以咧好快，好多森林咧都俾呢啲植物所覆蓋。樹木得不到陽光，很快就會死了。樹木得唔到陽光咧，好快就死啦。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片，睇睇下張圖片，你看到？再上一張。哦，你看到每棵樹好像都被蓋了綠色的毯子一樣，有冇看到？有冇睇到啦？每一棵樹咧都好似被呢個蓋住一張氈咁，一張被咁，好像地毯蓋住這樣子，哈，好似被一個地氈冚住咗咁。嗱，電線桿啊，住家都不能幸免。我們看下一張。哦，你看，連嘅電線桿啊、住家啦，都無一幸免。
真的非常我們說很猖獗好可以講係好倉卒，啊，反客為主了哈。反客為主。其實像今天在耶穌的比喻裡面，喺今日耶穌所比喻裏邊，也是類似這樣的一種情形哈。亦都係類似咁嘅情形。在上星期我們提過耶穌天國的比喻，喺上嘅主日呢，我哋提過耶穌有關天國嘅比喻、撒種的比喻。撒種嘅比喻。那在馬太福音13章裡面，喺馬太福音13章裏邊，總共有7個比喻，總共呢有7個比喻，其中呢第1、2、7呢是主要的。主要第1、2、7係最主要嘅。那今天是第2個比喻，今日呢係第2個比喻。有人在田裡撒下了麥種，有人呢喺田裏邊呢撒下呢個麥種，結果等到吐穗的時候，結果等到吐穗嘅時候，稗子也出現了。稗子亦都出現啦。那僕人就回來跟主人報告，呢個僕人呢就翻去向主人報告，並且很不理解，就問主人：並且好唔理解咁問個主人：嘿，你不是都撒好的種子嗎？為什麼會有稗子長出來呀？你唔係去撒嗰啲好種子咩？點解會有啲稗子出嚟呢？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咁啊，主人就話啦：呢個係仇敵做嘅。那麼要不要把稗子從這個田裡麥田裡拔出來呀？咁需唔需要將呢啲稗子咧從啲麥田裏邊咧掹咗佢出嚟呢？主人說：不要不要。主人就講啦：唔需要，因為他們的根已經交纏在一起了，因為佢哋嘅根咧已經咧打晒棘喺度噶啦，很困難，只把稗子拉出來。好難嘅，只係單單將個稗子掹出嚟。拔出稗子一樣的麥子一樣會被拔出來。如果你將嗰個稗子掹出嚟嘅時候，同時亦都係將個麥子掹埋出嚟，就讓他們一起生長，就讓佢哋一齊生長得啦。等到收割的時候，等到佢收割嘅時候，才把它們分開，先將佢哋分開。稗子那時候就捆起來等着燒，將嗰啲稗子咧紮成一堆，攞住嚟燒。麥子就要收在倉庫裡收好，嗰啲麥子咧就放喺倉庫裏邊收好。兄弟姐妹，當你讀到這個比喻的時候，弟兄姊妹，當你讀到呢個比喻嘅時候，你是不是跟僕人一樣有那個問題？你係咪同呢個僕人一樣有同樣嘅問題呢？都是撒好種啊，為什麼會有稗子呢？明明係撒嘅係好種喎，點解會有稗子呢？然後你是不是也很奇怪，為什麼主人就斬釘截鐵說是仇敵做的？你會唔會有好好奇咁覺得個主人好斬釘截鐵咁講係仇敵做嘅？難道他有看到嗎？難道佢睇到？哇！其實呢，這種有人故意把這個稗子撒在別人的麥田裡，這樣的事情呢，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其實有人呢，如果故意將呢啲稗子咧撒咗喺人哋嘅田裏邊呢，呢個唔係憑空想像出嚟嘅。當時真的是有這樣的事情的。當時真係有咁嘅事情發生。你知道，在古代羅馬的法典裡面，嗱，你知道喺古代羅馬嘅法典裏邊，就真的列出這樣的一個罪行，還有要怎麼處罰的一個方法，就列出點樣嘅罪行同埋點樣處罰嘅方法。所以表示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存在，而且還很多哈。並且即係證實咗係有呢啲事存在，並且情好多。那在印度呢？喺印度，如果有人要狠狠地來威脅他的仇敵，如果有人呢要好狠嘅要威脅佢嘅仇敵，就會跟他說，就會同佢講：我要去你的田裡撒下稗子。我要去你嘅田裏邊呢撒嗰啲稗子。我相信呢，這樣的事情對加利利的人而言，也不會是陌生的。我相信咁樣嘅事呢，對加利利嗰啲人嚟講呢，亦都唔陌生。所以兄弟姐妹，所以弟兄姊妹，這個比喻你讀下來，呢個比喻當你讀落嚟，你覺得比喻中的麥子是指誰呢？你覺得呢個比喻嗰個麥子係指邊個呢？稗子是指誰呢？呢個稗子又係指邊個呢？有很多的人，我想很多的新約的學者，其實有好多新約嘅學者，在當時的對當時的讀者而言，對當時嘅讀者而言，麥子呢是指耶穌的學生，
麥子咧係指耶穌嘅學生，也就是指猶太基督徒亦都係指猶太嘅基督徒。覺得他們認為我們信了耶穌就是屬於天國之子。我哋信咗耶穌咧，我哋就屬於天國之子。那稗子呢？稗子咧？稗子是指跟他們敵對的人。稗子就係指同佢哋敵對嘅人。基督徒敵對的人是誰？基督徒敵對嘅人係邊個？也是猶太人，可是是沒有信耶穌的那些人。亦都係猶太人喎，係指嗰啲未信耶穌嘅人。就是猶太會堂裡面的人。猶太會堂裏邊嘅人。所以這個比喻似乎是在跟這個基督徒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要忍耐。呢啲比喻呢，就係指對基督徒嘅嚟講要對忍耐，要對這些猶太會堂裡面的人忍耐，要對呢個猶太會堂裏邊嘅人嚟忍耐。雖然他們對你們有敵意，雖然佢哋對你有敵意，常常刁難你們，經常係刁難你哋，你們很想要趕快上帝趕快來處理他們，係咪好想啲上帝快啲嚟處理呢班人？但是上帝說要忍耐。但係上帝卻講要忍耐，直到世界的末日收割的時候，直到世界嘅末日收割嘅時候，上帝會審判，上帝係會審判。那義人要發出亮光像太陽，義人呢要發出亮光如太陽。那些稗子，那些使人跌倒的，嗰啲稗子讓人跌倒嘅，上帝呢就要把他們挑出來，上帝呢會從喺裏邊挑佢出嚟。兄弟姐妹，這樣的一個理解，弟兄姊妹咁嘅理解，就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啦，哈，係咪一個黑白嘅世界觀呢？那如果我們照這樣的一個理解來推論，如果我哋照呢啲咁嘅嚟理解嚟推論，世界上的基督徒是不是都是麥子啦？世界上嘅基督徒係咪就係麥子啊？是不是？係咪？是不是信耶穌就是好麥子啦？係咪信耶穌就係好麥子啊？方方面面都好好，方方面面都好好。然後呢，其他沒有信耶穌都是稗子，而其他冇信耶穌嘅都係稗子，從頭到腳壞透了，從頭到腳都係咁壞嘅。如果我們照剛剛這樣子很黑白分明的這種理解來推論，應該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如果按照啱啱所講嘅黑白分明嘅嚟推斷嘅話，應該係咁樣樣啫。但是這不是我們在世界的在現實中所看到的。但係呢啲唔係喺我哋嘅現實中所睇到嘅。我們看到讓我們很失望的基督徒，對不對？我哋係睇到讓我哋失望嘅基督徒，所以我們就會明白，我哋就會明白我們的世界，我哋嘅世界不是可以這麼簡單一刀切黑白分明的。唔係咁容易咁簡單一刀切係世界分明嘅。如果我們很誠實的來看自己，如果我哋用好誠實嚟睇自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哋就不得不承認，我們有很多的時候，我哋有好多嘅時候，我們有麥子在我們裡面，我們也有稗子在我們裡面。我哋又有麥子喺我哋裏邊，稗子亦都喺我哋嘅裏邊。我們的內心好像是一片田地一樣，我哋嘅內心咧就好似一片田地咁。在這片心田裡，也有麥子，也有稗子。喺呢一片心田嘅裏邊呢，有麥子，亦有稗子，還有一些正在長，也不知道是麥子還是稗子的東西，正在我們的心裡成長。並且喺我哋心裏面生長呢，都唔長緊嗰啲都唔知道佢係麥子啊，還是稗子。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裡面有那個罪性，因為我哋知道喺我哋嘅裏邊呢，係有一種罪性，還有這個世界也有一個敵對的力量、邪惡的力量在那裡，並一種敵對邪惡嘅勢力喺裏邊，會影響我們心裡的那個種子的成長跟發育，亦會影響我哋喺心裏邊嗰個種子嘅發育。所以，我們如果很仔細的來思考耶穌這個比喻，如果我哋好仔細嘅思考耶穌呢個比喻，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耶穌所描述的，我哋會發現耶穌所描述嘅，或許不是就是兩種黑白分明的人，或者唔係兩種黑白分明嘅人，而是同一個人裡面的兩種的本性，而係同一個人裏邊有兩種本性。
保羅也是這樣子看人的。其實保羅亦都係咁樣睇人嘅。在保羅的羅馬書裡面7章15到25節裡面說，喺保羅書7章15至25節係咁樣描述：我所願意的善，我所願意嘅善，我反而不去做；我反而唔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是去做了。我所不願意嘅惡，我反而去做。因為罪在我們的身體裡面，因為罪喺我哋嘅身體裏邊，跟善在征戰，同善喺度爭戰，所以每個人的裡面，喺每一個人嘅裏邊，同時存着善跟惡的這個可能。同時會有善同惡嘅爭戰。那耶穌知道我們，耶穌知道我哋，耶穌知道我們有能力成為麥子，耶穌知道我哋有能力成為麥子，成為世界的糧食，成為世界嘅糧食，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亦都可以成為人哋嘅祝福。但是同時每個人也可能成為敗子，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敗子，給別人帶來痛苦，帶俾人痛苦、傷害，甚至苦毒，甚至苦毒。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葛藤，就係啱啱提到呢個葛藤。兄弟姐妹，你知道它的根我們叫葛根，大家知道佢個根係叫葛根。你知道葛根磨成粉是很有效用的。你知唔知呢個葛根磨成粉係好有用㗎？很多人表情是這樣嗎？咁啊，你們都會可能都有吃過啊，或者可能食過呢？就是說，如果譬如說有的什麼肩頸酸痛，吃一點是很有幫助的，或者是可以生津解渴，類似這樣。有生津止渴嘅作用啊，肩頸痛啊都可以食，都有作用。或止瀉，如果你拉肚子，吃一點也很有幫助。並且可以止瀉添啊！你看，它是不是也有好處的？你睇到係咪？亦都有好處。但是像這樣子蔓延失控，這就是它的壞處了，是不是？但係睇到蔓延嘅失控呢，呢個就係壞處，造成生態的浩劫。造成生態嘅浩劫，人格裏邊。有時候我們分不清楚哪一個是好的，哪一個是不好的。甚至乎有時候我哋都分唔出邊個係好，邊個係唔好嘅。那今天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複雜的，現今嘅世界呢係好複雜，許多事情我們不能夠馬上看清楚是黑或白。好多事情上呢，我哋唔可以馬上知道呢黑或者白。或者其實我們看起來其實是黑，但是其實它是白。睇起上嚟呢，我哋覺得好似係黑嘅噃，其實佢係白嘅。所以耶穌說，最後能夠真正可以去分辨是麥子跟稗子的，最後能夠真正分辨麥子同稗子，只有上帝能做到，只有上帝可以做到。最後的審判在於上帝，最後嘅審判係在於上帝。關於這個審判，關於呢個審判，兄弟姐妹，我要說，弟兄姊妹，我要講，當人受審判的時候，當人受審判嘅時候，並不是照人一生中某一次的行為或某一個階段來做一個判斷的，而唔係按照佢一生人當中做某一次事情或者某一個階段嘅事情而嚟判斷，而是他整個生命。而係佢整個生命。哪一個人可能曾經犯很大的錯誤？一個人可能曾經犯咗好大嘅錯誤，給別人造成很大的傷害，造成別人好大嘅傷害。但是他悔改了，但係佢悔改啊，他得到救恩，得到救恩，他改變了，佢改變，他的生命變得非常可愛，佢嘅生命係變得好可愛。屬靈的果實真的是累累哈，佢屬靈嘅果子係結實累累。也有另外一個人，亦都有另外一個人，可能有另外一個人，他一生呢受很多人的愛戴，或者佢一生人呢係受到萬人嘅愛戴。哇！大家看到他都是很敬仰、很敬佩，大家見到佢呢都好敬仰、好敬佩。但是後來他卻被揭發了。但後期佢可能被揭發啦。哇！這個人的內心早就陷入在黑暗裡面了。呢個人嘅內心早就陷入咗呢個罪惡裏邊。長久呢，他利用私底下他利用他的影響力傷害許多人。
或者佢係私底下利用佢嘅影響力係傷害咗好多人，神才能看到這所有的一切。神只有佢能夠睇到所有呢一切，我們不能，我哋不能。所以我們呢要保持謙卑的心。所以我哋呢要保持謙卑嘅心。這個謙卑讓我們能夠承認，呢個謙卑可以讓我哋承認，有時候我們的判斷並不是很正確。有時候我哋嘅判斷並一定係好正確啊。那所以呢，當然我們在生活裡，我們免不了會判斷。喺我哋生活當中呢，係避免唔到有判斷。我們要真的是禱告上帝來幫助我們有智慧去判斷。我哋要禱告上帝嚟幫助我哋有智慧嘅去判斷。所以兄弟姐妹，所以弟兄姊妹，耶穌說，耶穌話容許麥子跟稗子一起生長，容許呢個麥子同稗子一起生長，不要太早就把這個稗子要拔出來，唔使過早嘅將呢啲稗子係掹晒出嚟。兄弟姐妹，你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不是一種恩典呢？弟兄姊妹，呢種對我嚟講係咪一種恩典啊？是啊，係嘅。為什麼？因為我剛剛講，點解？我們裡面也有麥子，也有稗子。因為啱啱所講嘅，我哋嘅裏邊有麥子同埋稗子。啊，如果上帝呢提前就把稗子拔了起來，如果上帝提早將嗰個稗子掹咗出嚟，我們就不確定拔的時候，我們自己是不是那個稗子啊？我哋唔確定我哋自己係咪嗰個稗子啊？那容許麥子跟稗子一起成長，容許嗰個麥子同埋稗子一起成長，代表上帝給我們時間，就係代表上帝俾我哋時間，這就是恩典啦。呢個就係恩典。萬一我們裡面還有很多的稗子，萬一我哋個裏邊仲有好多稗子呢？啊，我們就是要反省，我們要反悔，我們要悔改哈。我哋要反省，我哋要悔改，這樣我們就有機會改變。咁樣樣我哋就會有機會改變。我們裡面有更多更好的麥子，我哋裏邊有更多更好嘅麥子。所以但願呢主耶穌基督幫助我們，但願主耶穌基督嚟幫助我哋，借着今天的比喻對我們說話，借住今日個比喻同我哋講話，提醒我們提醒我哋努力尋求神的智慧跟旨意。努力尋求神嘅智慧。那需要做判斷的時候，需要做判斷嘅時候，保持謙卑的心，保持有謙卑嘅心。神給我們智慧，神俾我哋智慧。我們常常要活在跟耶穌基督的關係裡面。我哋經常活喺與耶穌基督嘅關係裏邊，所以他的聖靈可以照進我們的心，所以佢嘅聖靈呢會照入我哋嘅心，讓我們看到，哎，我的裡面這個是稗子，哦，這個是麥子，讓我哋睇到啦，呢個係麥子，呢個係稗子，讓我們去把壞的地方能夠改變，讓我哋知道將唔好嘅地方去改變。這樣子我們的選擇，我們的行動，咁樣樣我哋嘅選擇與行動就更能越來越貼近耶穌基督的心意，係越嚟越貼近耶穌嘅心意。我們整個生命我哋整個生命就越來越是好的麥子，越嚟越成為好嘅麥子。阿們。 Amen。我們來一起唱這首回應的詩。願我常有頌主之心，願主的真跟善跟美常常成為我們的引導，把我們裡面的稗子能夠轉化過來。我們一起來唱。願我常有上主之心，此心裡最自由，此心常念救主寶血，為我白白清流。願有謙卑懊悔之心，篤信真誠親切，無論死亡，無論生存，絕不與主離別。願將我心就改變，充滿上主慈愛，心裡更新純
结良善，能与主心相通。求主恩主将你属性从天出进我心，在我心中刻住生命，仁爱初心之名。阿門。我哋以奉獻繼續我哋嘅崇拜。請大家將你嘅奉獻金放喺奉獻盤上邊，然之後呢，由兩邊嘅通道行返去你嘅座位。新嚟嘅朋友呢，你唔使擔心，因為你嘅出席已經係一個奉獻。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在茶叙的时候要做招待的训练哈，招待的人员请留步。还有下星期天这个心理健康意识的工作坊我邀请大家尽量都可以留下来听。为什么？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些人有心理方面的这个疾病，或者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要怎么来了解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到他们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害怕这样子的人，就会好像躲避哈。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一个装备，能够真的好好的来成为他们的朋友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啊！好，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全能，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坐，默祷，闭会。